女星陈乔恩近年都在大陆发展，闯出了名号和成绩。由于陈乔恩并无前科，且饭后态度良好，北检最后以服60小时义务劳动服务缓起诉2年。对此，陈乔恩找来制作团队，拍摄大约5分钟的反毒微电影，无偿提供给北检作为反毒宣导。影片预计在6日正式发表。2008年主演偶像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，打破并刷新台湾偶像剧收视最高纪录的陈乔恩，还以此剧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让她声势从此大涨，进而转往大陆发展，成绩也有目共睹。当时陈乔恩向警方供称，因为肚子饿所以出来买宵夜吃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。检方侦讯后谕令他10万元交保。陈乔恩涉嫌酒驾消息一出，除了台湾媒体之外，第一时间陆媒也争相报道，许多圈内人得知陈乔恩的酒量很好，还封他为酒神。过去他甚至还曾自曝因为情变借酒浇愁，全身酒味上节目录影，被经纪人冷冻半年。这次爆出酒驾事件，形象势必大受打击。他还一度在微博发文道歉。台北地检署侦办后，处分确定后，陈乔恩找来拍摄团队，拍摄一支片长约5分钟的反毒微电影，将无偿提供给北检作为公益使用。北检预定将在6日发表这部微电影，但他本人目前在欧洲拍戏，发表影片当天不会出席。陈乔恩登陆发展有成，他在2017年年收入高达8.3亿，去年在微博流传女演员片酬榜前100名中排名第39名，足见身价非凡。这部微电影若根据他的拍戏价码和戏剧成本等估算，价值至少上百万新台币。